枯索寓言，餓來了。從前有一個好靚嘅小池塘，住咗一班鴨仔。池塘周邊呢，有小澤圍繞，仲有茂密嘅紅樹林作為屏障。狗來了，上集。喺好耐以前，有個好大嘅王國，嗰度嘅國王疑心極重，佢好驚國民見到唔同嘅顏色就會表達到唔同嘅意見。狼來了，佢哋銘記古代狼族恥辱嘅歷史，奮發圖強，竟然成功建立咗一個強大嘅狼國，佔領咗地球一半嘅地方。好，各位觀眾，你哋好，歡迎翻到嚟酷盡天下事。今日咧就係每個禮拜一次嘅酷盡天下事啦。咁啊有我啦，阿 Benson 啦，同埋阿楊 Sir 啊。咁咧就呢個禮拜咧，其實都有相當之多嘅即係唔同嘅新聞嘅。咁教育新聞咧就可能少翻啲，不過咧有啲都值得我哋關注嘅，係嘛？咁咧大家歡迎繼續支持即係刺針日酷啦嚇。咁呢個都係我哋幾個禮拜前推出嘅節目。阿楊 Sir 咧就會每個禮拜總結一次咧，就刺針嘅一啲即係教育議題啊嚇。咁喺酷呢個平台上面咧同大家分享咁樣嘅。今日咧咁啊諗下講咩啦？咁我哋咧就即係有啲有趣啲嘅新聞都可以討論下㗎。因為咧就大家知道啦，據講嚇，即係曾經叱咤一時嘅即係大富豪夜總會咧重臨香港嚇。重臨香港之後咧，咁就即係引起雙方多方面關注啦。因為重張旗鼓、重張豔刺啦，可以咁講啦嚇。咁咧就仲講到咧，原來佢喺呢個原址裏邊嗰個租約咧長達50年㗎，據講係咁啊，有一個傳聞係咁講啦，真定假我唔知啊。個租約好長㗎，10年啊定20年租約㗎。咁咧引致大家都矚目，咁咧甚至呢個信報咧就話呢個咩啊，係呢個冇照票啊，刺激消費啊，咁啊相當之正面同樂觀同積極啊。咁咧傳出嚟之後咧，大家關注啦，又話請阿蒼井空翻嚟即係剪彩啊，即係相當有來頭啊，會唔會整啲 AV 獨播咧？唔知會唔會啦嚇。咁啊有趣嘅地方咧，但係經營者又咁講喎，而家要即係將呢個打出去一片新天地，新嘅大富豪夜總會啦，就唔一定係聲色犬馬嘅。咁咧就佢日間都會召開，而且咧歡迎呢個家長咧為小朋友喺嗰度搞生日會都得咁講喎嚇。咁呢單嘢相當之有趣啊！咁另一單引起我哋注意嘅咧就係即係善心小館嘅事件啦嚇。咁所以首先就住呢個都係嚇幾有趣嘅講法，即係喺呢個大富豪夜總會為小朋友搞生日會咁樣啊。咁啊想睇下大家有咩反應，我哋咧就分享下一啲我哋各自嘅睇法。我或者交俾阿 Benson 先啦，可以講講你嘅睇法啦。好啊，嗱，你會唔會去啊？搞生日會啊？我先要分明一點啊，我就其實冇去過夜總會嘅，係啦。咁雖然你話應該係應該係去過頂籠一次係油麻地嗰啲，嗱，你喺大富豪我未去過，但係你話類似夜總會物體咧，我就其實去過一次咁大把嘅，就係嗰陣時讀碩士嗰陣咧，就幾個同學啦，咁我幾個同學就你知啦，貪得意啦，咁跟住就上去嗰啲地方玩，咁然之後就個印象就覺得，咦，點解要請啲小姐飲酒咧？仲要啲酒咧都幾貴嘅，其實。咁然之後就係完全唔知發生咩事啦，即係好惶恐啦，一入到去就係即係黑咪蚊啊，一直叫請飲酒，你同佢傾偈就同一個唔識兩傾偈，有咩好傾？即係我嗰個年代就傾就係喂，做咩研究啊，用咩理論啊，做咩香港政治咁，但係入到去傾咩？又唔識得話嗰陣時話差阿妹啊嗰樣嘢嚇。咁當然你話夜總會其實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最主要功能就係提供一個傾生意嘅場所啦。咁第二個功能就係作為一啲社團開會或者談判嘅一個地方，係一個比較相對冇咁嚴肅嘅地方啦。咁所以其實不少香港80、90年代一啲同社團有關嘅電影都係會同黑社會，即係同呢個夜總會有關嘅。咁啊，第三樣嘢就係我唔知真係有冇人去夜總會識異性啦，即係所以即係我唔知有冇即係官場無真愛啊、Kelly Clark 啊，或者甚至80年代聽阿劉美君即係一夜情啊，都係一個香港次文化、香港大眾文化一個好重要部分。
咁但係你自從即係香港嘅經濟轉型各方面啦，咁大家都見到其實夜總會都係式微。咁其實之前亦大富豪都其實都係去到即係90年代尾，慢慢都後尾都冇咗啦。咁後尾轉咗型，轉咗日式夜總會啊，或者轉咗第二啲唔同形式嘅一啲即係招待場所之類。如果你話而家香港經濟搞成咁，然之後諗住搞一個大富豪谷翻去香港經濟，我諗都冇乜可能噶啦。咁問題關鍵就係究竟依間大富豪究竟仲可以玩幾耐？即係如果你問我，我會不如咁嘅，大家即係輸到啦。你覺得大富豪夜總會喺香港今次重新開張，究竟可以 run 半年啦、1年啦，定係最多2年 ？A、B、C， 我抌低500蚊喺度同大家輸到啦。你唔做主持就去做莊嘅點？做可官啊，做可官啊！你真係好學業啊嘛，做爹哋啊，唉，係咪到我？係咪到我？到你啦，到你啦，好，到我啦。嗱，其實夜總會喺香港裏邊嗰個嘅作為一個文化同埋歷史咧，唔同人有唔同嘅感受嘅。所以其實咧，就首先要睇翻嗰個嘅歷史狀況。我仲好記得咧，就係話其實夜總會咧，其實喺點講啊？我諗喺70年代以前咧，唔係一個好 negative 嘅名嚟嘅。我記得喺即係70年代嘅時候咧，我有啲朋友啦，即係其實都係以前我啲舊同事咧，佢同我講話，我70年代結婚嘅時候，我走去邊度啊？走去新都城夜總會，即係北角嗰度啊。不過以前咧，其實新都城呢個嘅百貨公司咧，以前有做過即係夜總會嘅，即係有一間叫新都城夜總會，好大間嘅。我仲有佢嗰啲即係火柴盒喺度，我帶過嚟英國嘅。咁咧，其實以前咧，真係70年代以前咧，做到老少咸宜嘅，因為啲人結婚都會揀喺嗰度，即係一種氣派嘅即係場所嚟嘅。咁啊，但係問題咧，後尾唔知點解咧，就係即係趨向於一個 negative 嘅形象。咁所以今次聽到呢一個消息嘅時候咧，話佢會個概念會改變啊，歡迎即係小朋友去參加即係搞生日會啊咁樣成。咁我第一個感覺就係話，咦？佢似乎而家係咪學咗呢個馬會嘅模式咧？即係馬會其實而家就係好想將馬場咧變成一個家庭娛樂嘅場所啊嘛，而唔係好似以前咁樣咧，即係馬會就係剝削啊，就係吸血鬼啊，好多嘅問題啊咁樣。咁佢而家就搞好多活動咧，派好多嘅禮物咧，就吸引埋呢個馬迷以外嘅啲家庭嘅成員，包括埋細路仔，會唔會係即係學到佢咧咁樣？咁但係 anyway 就話，其實今次呢一件事咧，可以有好多角度去睇嘅。咁就蒼井空呢一個即係可能係一個關鍵，因為點解咧？蒼井空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即係佢係一個幾受大陸歡迎嘅一個女優啦。即係佢係咪有個名叫咩？中國嘅女人啊，定係乜鬼啊？我唔記得咗。即係總之唔係sorry，蒼井空係屬於中國嘅，係啦。有呢個咁嘅説話。所以你揾蒼井空嚟到去做開幕嘉賓嘅話咧，好明顯就係話佢係針對一個中國嘅市場。呢個我第一個感覺。咁你用得中國市場嘅話咧，其實你就用緊中國概念。所以我哋首先第一個問題要問嘅就係話，究竟中國概念底下嘅夜總會係一個咩東西咧？咁樣樣。諗香港其實喺頭先所講啦，80年代至到去2000年代咧，即係千禧之後咧，其實夜總會嗰個嘅形象都係唔好嘅，即係你會覺得落去就係蒲啊，玩女人啊，諸如此類。咁其實喺大陸嚟講咧，似乎又唔係咁睇喎。咁相反嚟講咧，就係話大陸係會將呢個夜總會咧當成係一個現代化嘅象徵。有咩睇得到呢個嘅即係情況咧？以前我都可能分享過，就係話我試過有朋友啦，即係做教書啦。咁嗰陣時其實都未曾話好似而家咁樣搞大陸交流團搞得咁盛行。但係問題你都會同大陸結成姊妹學校啊，上去探訪佢哋噶嘛。咁所以試過咧，其實就係香港裏邊
有啲學校咧帶埋即係教師團啊，翻去大陸交流嘅時候咧，大陸嘅接待單位咧係會帶你去睇佢哋嘅夜總會，係啦，咁啊跟住但問題出現啦，喂，香港啲教師上去嘅時候有男有女噶嘛，咁跟住有即係啲女教師就覺得吓，你要我入夜總會，我係好女人嚟嘅喎，我係善良嘅喎，點解要我良家婦女入夜總會？係啦，咁啊跟住喊晒口咁樣，搞到學校即係嗰啲校長就話啊，你要入鄉隨俗，但係你去睇呢個地方嘅話咧，你咪入去坐下咯咁樣，即係搞到係要拉佢壓佢入去間夜總會裏邊嚟到去完成成件差事。咁但係呢個當中你就反映咗一個嘅文化差異，就係話喂，大陸嗰啲係一個現代化象徵係好嘅地方，我帶你睇我哋國家成就展，你竟然走嚟喊苦喊忽，係咪先？咁所以呢個你會見到個差異。另外就係話嗰陣時翻去大陸去睇即係我反正係都會去逛書店啦。我都幾中意睇建築嘅書，因為其實嗰陣時我係做過一啲 architectural history 嘅 research 嘅。咁跟住發覺咦，夜總會嘅喺建築嗰個欄目裏邊嘅嗰度咧，你又會見到有夜總會嘅書啊，介紹嗰啲夜總會嘅建設啊，內部裝修係點樣啊成。咁所以呢個咧喺上面嚟講係一個正統正經嘅課題嚟嘅，可以去探討嘅。咁所以其實夜總會喺大陸裏邊嚟講咧，係一種彰顯住國家實力夜生活。嗱，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夜生活喺大陸嚟講，而家係變成咗一種經濟嘅即係佢哋覺得係軟實力㗎啦嘛。咁所以其實成件事咧，而家喺香港裏邊重新做翻一個大富豪出嚟嘅時候咧，似乎佢係用緊中國概念啊嚟到去灌輸俾你啊，亦都係適應翻大陸嗰個市場啊，所以揾蒼井空咁樣。咁但係問題就話呢個可唔可以即係嚟到香港嘅話，呢個咁嘅狀況會唔會出現一個消化不良嘅情況咧？咁樣，定係去到最尾咧，呢個新大富豪咧都係要靠大陸嘅市場嚟到去即係撐足嗰個10年嘅租約。咁所以有理由相信就係話嚟緊嘅話咧，就算有生意嘅話咧，似乎都係大陸嘅即係人居多。你諗下佢而家講到明就係話夜場收費啊，報紙所講咧係每人300蚊。咁300蚊未算係一個好好嘅即係好高嘅消費。但係以香港而家嘅標準嚟講嘅話，300蚊我點解唔翻大陸啫？係咪先？咁你喺香港嚟講，你點頭先大家話齋又冇女公關啊，即係又得個坐字，你都去300蚊入去，即係睇細路仔開生日 party 啊？咁其實好貴嘅一回事嚟嘅喎。咁所以成件事嚟講嘅話咧，我會覺得有好大張力咯。第一個就係文化上面嗰個嘅差異啊，呢個用緊大陸嗰個嘅夜總會嘅概念。第二就係話消費模式，消費嚟講其實就算300蚊嘅話咧，喺而家香港消費已經徹底即係低水平化，同埋已經北上成為趨勢嘅話咧，都係一個唔低嘅即係數字嚟嘅。咁所以能唔能夠吸引到香港一般家庭入去用佢嗰個概念嚟到去開生日會或者係做其他社交場合咧咁樣？咁啊再加上就係話香港人本身其實都唔係一啲好中意係社交嘅動物嚇，即係你好少人係會我識嘅話係入唔同嘅嗰啲嘅 club 啊嚇，咁所以能唔能夠即係將呢個新大富豪變成一個佢所講一個嘅即係香港夜繽紛或者日繽紛嘅一個新嘅標誌咧？咁呢個係成疑問嘅。即係我講下我嘅睇法啦。而家講到大富豪夜總會啦，喺呢3位裏邊應該最熟係我啦。點解咧？唔係因為我上過去，我未上過夜總會嘅。近啊，係咪？夜總會我未上過去嘅。不過咧，你知道大富豪夜總會嗰個即係而家新嗰個重開個大富豪夜總會咧，就喺大富豪夜總會嘅原址啦。原址咧其實就係呢個尖東嗰度嘅嚇。咁大家知道咧，我係理工教書啦。咁所以咧有段時間咧。我入理工嗰時，大富豪已經喺度㗎啦，已經咁咧就大富豪夜總會咧，根據我睇翻啲資料啦，1984年已經開張㗎啦。咁咧佢係做到2012年先執笠嘅。咁就我覺得前後經歷咗28年嘅，都係相當之長嘅時間。咁我有段時間咧，嗰陣時我哋喺即係紅磡翻工啦，有時中午食飯都會去尖東嗰邊啦。咁所以咧就經常都會經過即係大富豪夜總會嘅，一落天橋就係㗎啦，一過尖東嗰度啊。咁但係當然係未入過去啦，未上過去啦。咁但係咧就即係當年嘅大富豪夜總會咧，就以呢個小姐多、服務周到嚟聞名噶嘛。咁咧佢同阿楊 Sir 頭先講嗰啲夜總會都好唔同嘅。事實上咧，以前嘅夜總會啦，我哋都知道以前有喺大富豪之前咧，有啲曾經好出名嘅夜總會啊。譬如話喺當時
新世界中心嗰度有一個叫海城酒樓夜總會。咁咧，我記得當時甄妮啊、羅文嗰啲去唱歌嘅夜晚會，喺嗰度獻唱㗎嚇，即係唔需要搞呢個紅磡嘅演唱會㗎，晚晚都去獻唱㗎。羅文啊、甄妮嗰啲好多時都係獻唱㗎。咁再後啲咧，仲有間即係海洋皇宮嘅夜總會啦，酒樓夜總會啦。咁當時個海洋皇宮酒樓夜總會啦，係香港其中少數行到延開百席嘅夜總會嚟㗎，即係擺酒結婚啦。可以擺100台嘅。我有個舊同學，小學同學啦，當年喺嗰度結婚咧，我都曾經上過去，真係好誇張㗎。咁所以咧，就當時真係有啲咁嘅夜總會嘅。早年嗰啲夜總會咧，就真係一啲所謂即係日式嘅夜總會啦，上海式嘅夜總會啦。即係其實食飯飲酒嘅地方，就未必有小姐嘅，係食飯飲酒咁咧。但係咧，有人唱歌，咁啲歌星咧亦都有著名嘅，有唔著名嘅。咁有時啲歌星會落嚟同嗰啲經常嚟捧場嗰啲即係捧場即係嗰啲支持者啦，落去飲兩杯傾幾句咁，就係咁嘅啫。咁當時我知道海洋皇宮夜總會啊、海城夜總會都係咁嘅。咁後來咧到80年代咧，日本就即係你知日本當年經濟泡沫啦，咁啊興咗啲叫日式嘅夜總會。日式夜總會咧就係。其實係日本喺經濟最蓬勃嗰個階段咧，亦都係即係有呢啲咁嘅社交活動多咗。除咗食拉麵之外咧，咁啊上去夜總會飲下酒傾生意，咁咧就亦都有一啲歌妓喺度唱歌，亦都有跳舞嘅舞池咁樣。咁但係就基本上據講咧，就基本上都係乾淨嘅，即係其他嘢就你事後傾掂呢個你哋嘅事，總之又唔關夜總會事。咁呢個日本喺呢個經濟蓬勃嗰個階段，80年代到90年代初嗰陣時咧就好多嘅。咁所以咧，當時嘅大富豪夜總會啦，就將呢兩種即係原本香港有嘅夜總會同埋日式夜總會咧夾埋。而佢開業嗰年咧就1984年，1984年大家知道啦，就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啊，秉承呢個鄧小平即係總設計師嘅教訓，馬照跑，舞照跳。咁咧大富豪咧就以舞照跳作為呢個號召嘅啊。咁但係咧大富豪夜總會咧從一開始啦，就係配合住中國嘅改革開放，多咗人落嚟香港做生意，然之後咧係為呢啲中港嘅貿易提供一個場地，交際嘅場地。大家都知㗎啦，所有西方最好嘅嘢，民主又好，法治又好，去到中國呢個環境咧，一定變爛㗎啦，一定變爛㗎啦。咁大富豪亦都一樣，大富豪夜總會咧從一開始咧就講到明係即係小姐多，服務周到。呢兩句説話點解大家明啦？大家明啦，係嘛？即係根本上就係一個即係色情場所，簡單講，根本就色情場所。咁咧就喺84年開業，過程裏邊雖然經歷過一啲轉折，但基本上咧就中國改革開放啊嘛，中港貿易大幅度增加啊嘛，所以咧佢確實係曾經有風光嘅日子㗎，風光嘅日子㗎啊！咁所以睇電影啊，描述嗰啲大富豪嗰啲情節咧，我懷疑都好多都係有呢個即係現實嘅背景喺背後㗎嚇。咁所以咧就，但係到2012年啦，終於佢都即係呢種嘅形式。咁你事實上會要踩好多即係界線㗎嘛，係嘛？咁咧慢慢咧就開始沒落啦咁樣。咁亦都隨住尖東嗰個消費重心向翻傳統地區轉移啦，咁啊，我就睇住應該係大致上都係2012年度啦，就大富豪咧就落幕嘅啊，咁咧就成為咗間酒家咁樣。咁我覺得咧就即係呢個就歷史啦，係嘛？咁就到今日香港嘅消費力不振，咁咧就即係個市道咧就事實上轉差，樓市又淡，即係商鋪又淡。喺呢個時候咧，就即係重新起翻呢個大富豪咧。咁我覺得最有趣嘅就係信報嘅社評竟然話透過舞照跳嚟個經濟轉型，夜生活促進消費咁樣啊！真係搞笑。咁呢啲咧就真係話，即係若果我哋香港真係要透過搞翻當年嗰種大富豪夜總會嚟到去刺激消費，然之後經濟翻生嘅話咧，咁香港真係好墮落咯。即係要搞到我講咗啦，大富豪從一開始就係即係女多服務好啊嘛，話係嘛？
咁係咪要咁咧？咁樣咁而家呢位即係新嘅經營者就話唔係，我哋轉型啊，成為一個老少咸宜嘅消費場所咁樣。如果咁講嘅話咧，會唔會有朝一日啊，大富豪除咗開生日會之外，可以搞埋謝師宴啊、謝師宴套餐可大家有折扣啊校長榮休啊喺嗰度搞翻兩圍啊，跟住揾幾個小姐嘭一聲喺個盒裏出嚟做禮物啊嗰啲嘢咧咁啊真係夠晒墮落啦！咁啊同香港而家現實處境咧十分之對應，咁係會咁咧咁樣？咁我覺得咧，而家就嗰個經營者就咁講啦，老少咸宜啦，做到啊！第一，我就懷疑有幾多家長真係覺得有需要放棄麥當勞，幫襯大富豪咧咁樣。放棄麥當勞，翻返嚟嘅呢個，係咯。喂，呢個可以做幫襯大富豪咁樣啊？今集 title，咩會咁咧？第一個即係好有期待啊！對呢個局面啊，好有期待啊！第二咧就係話咁玩落去嘅話咧，即係你其實顯示一個事實，香港咧唔能夠喺一個更加文明、更加優質嘅方向前進，而家咧就要回歸翻一個更加墮落咁墮落啊，同埋咧一種即係近乎笑弱嘅一個 option 啦，嚟到去刺激消費、經濟轉型。咁呢個就係信報社評嗰個講法，我覺得就即係暗示緊樣咁嘅嘢咯。咁我覺得如果真係咁嘅話咧，你嗰啲香港嗰啲即係官員啊、政治人物啊，真係仲好意思面對香港人嘅啊？搞到大富豪翻生啊！仲要以招攬細路仔嚟到去即係作為業務嘅一種方向啊！即係情況就等於馬會要老少咸宜，鼓勵細路仔去睇賽馬一樣，即係鼓勵賭博，而家開埋籃球賭博添啊，仲話要啊！即係我覺得呢啲咧就正正一個社會，你冇出路，你先至諗埋呢啲咁嘅嘢啊嘛，係嘛？咁我覺得呢個咧正正係反映緊我哋個政府個施政嘅想像力，或者話商界喺面對而家個環境咧，只能夠希望提供一啲最點啊？即係我唔知應該點形容啦最墮落嘅一啲選擇俾翻你哋優質選擇大家唔會揀啦，亦都冇得俾你揀啦。咁啊揀翻啲墮落嘅選擇咯。咁好似選議員咁咯，一啲話為民請命嘅民主派嘅有使命嘅，唔俾佢選，送佢去坐監添。選埋晒嗰啲咁嘅20蚊章啊，或者啲奴才走狗就做議員一樣道理嘅啦。我覺得咁香港即係嘅社會淪落咧，可以從好多唔同角度去理解嘅。我覺得大富豪翻生同埋用呢種方式嚟招來咧，都係一種好有趣嘅角度咯。啱中常頭先所講咧，等我諗到一樣嘢就係，第一，估唔到今日喺酷盡天下事會講大富豪，之後會唔會令到大家嚇親一次，以為係咪睇錯節目？而家通常我哋三個都講啲比較嚴肅啊，好正經啊，或者聽完好沉重嘅，即係聽完都會心都實晒嗰啲，好嚴肅噶，係啊，我哋冇鹹濕噶，係啊，冇鹹濕，冇。第二都係大富豪作為一種香港文化一個好重要嘅研究對象，咁當然你都反映到香港經濟發展背後嘅嗰個脈絡啦。無論係你大富豪傾生意，一定中港貿易，一定有一啲嚟自內地嘅人嚟大富豪，覺得即係你內地人嚟香港，然之後同我講話，我嚟過香港最重要嘅證據就係去過大富豪，我攞咗佢個火柴盒等等諸如此類啊嘛。咁但係今時今日你話大富豪搞到佢要個賣點就係話要老少咸宜。咁我唔知究竟係公關策略啊、市場策略啊，定係真係驚冇生意到，即係連呢一個生日會啊、謝師宴啊，或者甚至係即係啲朋友即係移民啊，會唔會都響大富豪搞翻個飯局咁先算啦？咁但係我話咁諗就係，你實際諗一諗就係，如果你話真係靠大陸客，如果睇翻一啲相關數據，你而家落嚟香港嘅一啲即係內地遊客先算啦，其實有冇消費能力咧？更加會唔會去大富豪過，即係唔好話過夜啦，過唔到夜啦，會唔會過大富豪消費咧？咁呢個已經係事實，亦都唔需要再爭論佢哋係唔係大富豪心目中嘅客源啦。第二樣嘢
即係如果你話會唔會有一啲即係喺香港嘅一啲機構啊，會唔會中聯辦會大富豪開會啊，國安公署會大富豪開會咁啊？呢個可能係一個大家可以留意嘅地方喎，即係唔好話我隨口噏喎，即係你知㗎啦，呢啲咁高度機密、咁繃緊嘅嘢，喺一個夜總會地方開會，其實係有益身心嘅喎。咁可能會唔會喺嗰啲地方做嗰啲嘢咧？咁可能大家如果唔怕觸犯23條，你自己去做呢一個報導式調查啦。咁啊，另一樣嘢我啱諗都諗到就係話，其實如果你話要搞翻好香港經濟，你其實係唔係應該將一啲真係做生意嘅鋪頭，讓佢有一個好嘅環境做生意，而唔係諗好多方法、諗好多嘅方式，搞到人哋做唔到生意嗱。大家啲最近而家有所謂食環23條出街啦咁樣，咁啊即係當然即係今日我都會講少少關於食環23條嗰個部分啦，即係要加國安，即係其實通常講23條，其實就話阿豬阿狗都要加國安條款啊嘛。咁如果你諗一諗就係話，我只係賣魚蛋喎，我只係賣豬皮喎，都要加國安條款。你諗一諗點樣做生意啊？嚇，即係唔好講到就係即係其實有一啲好幫基層、好幫一啲弱勢人士嘅鋪頭，係直頭係俾房署唔俾續約呢個咁嘅狀況。咁所以阿鐘 Sir 或者阿楊 Sir 其實即係一方面大富豪好似俾到大家一啲希望，香港消費好似有出路。但另一方面，似乎有一個即係食環23條喺度，成件事好矛盾喎。究竟點解啊？真係我都真係解唔通咯。嗱，食環23，而家鐘 Sir 你開咪喎，鐘 Sir。其實我覺得咧，呢個社會發展進步，隨住啲人嘅文明水平提升，大家自己去提升啦。所有嘢，就算你話做生意，都可以有啲所謂更加優質、更加高尚嘅一啲活動喺裏邊嘅，係嘛？所以先至有所謂社會企業嘅社會責任感啊，所以先至會越嚟越多啲喺西方社會好多啲所謂社會企業啊咁樣。社會企業唔係唔賺錢喎，都係要即係喺賺錢之餘，要帶到一啲所謂 social mission 啊嘛，一啲社會嘅使命啊嘛，承擔啲社會使命啊嘛。就算一啲小本經營嘅，亦都可以喺個經營過程裏邊體現一啲崇高一啲嘅社會價值，唔係淨係計埋，唔係好似廿蚊張咁要剝削工人嚟到為呢個自己賺取著利益嚟服務啊嘛，唔應該係咁啊，係嘛？咁所以其實香港過去啦，即係顧之言呢種標榜小姐多，服務細心，來自五湖四海呢啲咁嘅，即係擺到明掛羊頭賣狗肉嘅經營之外啦，其實多咗人係做一啲透過做生意去傳揚文化，去達到社會公義，推動一啲社會關懷。咁我覺得呢個正常嘅社會應該係咁嘅。而家香港嘅情況咧，就係我哋要仰望於大富豪翻生，先至會有信報嗰種社評啊嘛。冇照票嚟刺激經濟、刺激消費啊嘛，係嘛？咁佢哋咁嘅話咧，你同時見到一啲本來帶有社會使命嘅一啲組織，俾你個政府係打壓到冇晒。你唔好講嗰啲即係公民社會組織、教協啊、記協嗰啲不斷受打壓啦嚇，即係呢啲咁嘅專業組織啊、社會關懷團體冇晒啦已經。佢而家就連一啲帶有社會使命嘅，有少少做生意之餘，亦都希望即係傳揚一啲正面嘅人際關懷信息嘅一啲所謂鋪頭咧，佢都用各種方式去打壓。所以咧，你見到咩一拳書館啊、以前嘅建山啊呢啲啦，全部都俾呢個食環用各種理由去搞震，搞到譬如建山咁你經營唔到落去啦嚇。而家最新例子咧就即係膳食小館啦，膳食小館都用小本經營，但係實際上咧佢又派飯。呢個同基隆茶餐廳好相似，又派飯啊！佢又派即係幫手去餵嗰啲即係區裏邊嗰啲流浪貓，佢又請咗啲弱勢嘅人士幫佢做呢個即係職員，提供就業機會俾一啲相對於弱勢嘅人，包括咗啲可能即係有各種困難，工作時間需要有彈性，甚至一啲肢體有缺陷嘅人。其實就係一個好好嘅社會嘅典範嚟嘅，但係因為佢哋呢個善心小館曾經有過一啲支持民主嘅言論，
咁而家咧就持續俾呢個先俾房協喺房協經營開嘅房協嘅商場就唔同佢續約。當時咧仲未咁衰喎，佢仲喺即係房委會屬下嘅商場揾到地方再經營。而家房委會咧都唔同佢續約，唔俾理由佢唔續約，唔俾理由。佢明明經營到嘅，交得起租嘅，唔俾理由同佢續約。跟住你食環就搞佢啊！咁今日先睇到一個報導，佢哋除咗賣食物，即係入做飲食業之外啦，佢擺咗啲嘢喺度寄賣，就係一啲所謂受家庭暴力影響嘅婦女，又要睇住細路仔，咁咧佢哋就用電腦自己織啲小禮物、豬仔啊啲咁嘢擺喺度寄賣，希望唔使依賴呢個救濟，可以自力更生。其實有咩問題咧？我哋好多酒樓食肆，我哋都見到有啲小物品喺度寄賣㗎啦，係嘛？你自己政府啊、房屋署啊，都派埋啲國家安全嗰啲單張啦，係咪不務正業啊？係嘛？即係因為咁，食環署都威脅佢，你咁做咧已經違反呢個即係個牌照嘅規例，可以釘你牌咁講。咁跟住咧，而家房委會就唔同佢續約。咁結果咧，佢都宣布咗唔經營落去㗎啦，會執㗎啦。執咗之後，嗰啲弱勢嘅工人咪冇嘢做咯，本應可以獲得派飯嗰啲咪冇咯。即係點解要做到咁咧？呢啲簡直就係政治迫害。一方面，你見到香港社會有人歌頌大富豪啊，刺激消費、振興經濟轉型；另一方面，一啲本身喺做生意之餘，希望能夠傳遞一啲正面啲嘅社會信息同埋能量嘅，你就用各種方式打壓佢，令到佢無法經營下去。你諗下香港變成一個點樣嘅社會？好荒謬㗎！係咪真係叫啲人去呢個大富豪搞生日會咧？係嘛？即係我覺得呢個社會去到咁荒謬，邊個搞成咁嘅咧？孰令自知。我覺得香港人都記在心上。香港曾經有過進步，有過嘅文明，就係俾一班野蠻人、一班咁嘅奴才走狗，一個野蠻嘅政權咧，係徹底咁破壞。除咗善心小館之外，賣月餅啊，又俾你搞；基隆茶餐廳又俾你搞到已經冇咗間分店啦，已經啊！即係你個點都想點啫？你仲叫人做生意？琴日我都先睇到一個做生意嘅女士，佢間鋪頭要執笠，佢話冇辦法啦。而家唔係啲人唔好淨係鬧北上消費啊，而係話啲人咧係冇心機消費啊，唔想消費啊，寧願留翻啲錢，儲埋啲錢，將來第日可能有用啊！唔好賴人啊！佢咁講，呢個正説明咗好多喺前線經營緊嘅經營者所見到嘅現實，就係話你根本令個社會冇晒嗰種情緒同氣氛，咁你個經濟有辦法唔壞咧？而家你去希望大富豪帶來生機，竟然有一啲知識分子型嘅報紙話大富豪轉型帶來生機，即係我覺得呢種墮落咧，真係十分之明顯嘅。咁我頭先講嗰啲，我真係唔係講少㗎。頒授大紫荊勳章個大富豪搞啦，不如最好啦嚇。嗱，所以其實今日咧，我哋即係將呢兩樣嘢，大富豪同埋善心小館擺埋一齊咧，貌似好似就即係風馬牛不相及。其實佢內部咧係有一啲即係冥冥中咧係有關係喺裏邊。善心小館嘅話，你諗下，即係其實代表住咩咧？即係做正經事啊，有理念嘅，而係幫一啲弱勢社群嘅啊，即係亦都係一個即係社會企業嘅。咁啊，即係咁多年裏邊咧，其實亦都好受到香港市民歡迎。咁樣嘅一個企業嘅話咧，反而係不斷咁受到打壓，啊，最終係要以結業嚟到去即係收場。咁你睇翻善心小館我頭先開咪之前嘅話去睇過，佢話即係唔再經營啦。嗰個 Facebook post 咧，其實最少係有成3000幾人 like，其實唔係一個細數目嚟嘅。所以其實佢又反映到背後一個嘅民意，一種嘅即係惋惜。但係那一邊廂嘅話咧，睇翻大富豪，即係同善心小館一個好大嘅差別就係話，佢係一個即係
亂咁將啲概念搓圓撳扁啊！即係佢話要喺香港重開嘅時候，用呢個模式去經營，又話即係俾小朋友嚟到去即係開飯會，又話從良。咁我第一個感覺就話，喂，究竟你而家你係開大富豪定開大富翁咧咁樣？一個冇女嘅一個夜總會，咁跟住你又要將佢變成一個好乾淨嘅地方。我話吓，你香港人即係嗰個對夜總會嗰個概念唔係咁噶喎，即係大家都可能仲記得就係話，其實大富豪作為一個夜總會，其實嗰個性質當然好多人未去過啦，但係有一個廣告咧，大家都可能會聽過嘅，就係阿葉麗儀啊，佢咪有一個廣告係幫軒尼詩特純軒尼詩 XO 賣廣告嘅嚇，即係嗰個嘅嗰首歌都係叫做大富豪噶嘛。咁大家上去睇翻嗰個嘅去 YouTube 啊，揾翻相關嘅 video 咧，其實係一個好就係一個我哋心目中嗰種嘅夜總會嘅setting 啦。咁就好多嘅舞女，咁跟住咧有個好有錢嘅人拎住杯酒，咁跟住就喺度好欣賞嗰啲舞女嘅喺身邊佢嘅舞姿，咁佢唱埋嗰啲歌詞咧，其實都係一啲好即係用即係點講係一啲好富貴墮落嘅嘢嚟嘅。如果你睇翻即係嗰個歌詞，譬如話佢嗱唱兩句啊嚇，見你衣着顯風度，意氣風發豪情高，便知你大有來頭，氣的病打咁樣，跟住話咩啊貴客請你將步留，此地有美人紅酒咁樣，話呢啲簡直係酒池肉林嚟嘅成件事。啊，即係呢一個就係我哋所認知嘅夜總會啊嘛，使錢要講派頭，特純軒尼詩咁樣。喂，大佬，而家呢一個其實香港人已經係喺呢一個地步上面已經對夜總會定咗型。咁你而家你話要搞新嘅大富豪，要將佢大改革咁樣，我話吓，你呢個係完全係搓圓撳扁個成個概念係，有冇可能會將佢變成一個即係家庭嘅娛樂中心咧咁樣？咁你如果係咁嘅時候，你不如唔好叫佢大富豪啦，你叫其他名啦咁樣。所以反而就係話一啲亂咁將一個夜總會文化搓圓撳扁嚟到去即係想吸引即係好多人嚟到去幫襯嘅地方咧，即係幾個概念咧，你又唔會搞佢嘅喎。咁但係問題變頭先阿 Benson 話齋嘅話咧，可能佢都唔會玩得好耐。咁所以成件事其實喺香港裏邊嚟講咧，就好奇怪啊！即係亦都係好即係造成咗香港而家咁墮落嘅一個原因。即係做正經事嘅你就再搞佢啊！咁啊跟住即係呢啲咁嘅搞夜總會啊咁樣成嘅話咧，你就即係即係最終唔知佢發生啲咩事啦嚇，但係就變成咗一個香港人嘅一個笑話，咁個 contrast 係非常之大嘅。不過如果你講翻由呢一個我哋開始講得好輕鬆啊，講下少啊，講大富豪講到好沉重啊，咬牙切齒要鬧呢一個政權去迫害一間正經做生意嘅事業心，即係呢一個事業心小本先算。都可以見到呢5年香港國安法統治之下嗰一種扭曲，即係嗰一種即係正邪對錯，完全係即係倒行逆施嗰種做法。咁所以即係喺節目我諗都差唔多結束之前咧，即係大家都可能都要有一個好強大嘅心理嘅一個即係一個力量啦，去真係唔好將嗰個正邪啊，將嗰個即係是非黑白啦係倒轉，唔好話因為即係政權用啲咁瘋狂，即係我都好預期就係話，即係如果佢搞得即係咁樣去針對黃之鋒，即係而家又跟住有呢一個食環23條，咁所以乜23條都會出街嘅話，咁乜都交國安啦，即係屙屎都交國安嘅話，咁即係大家喺而家香港生活嘅朋友，即係點樣去即係回應面對，即係呢一種會唔會繼續用一種好冷漠用一種唔理嘅方式？即係而家佢直頭話你唔理啊，你冷漠都唔得噶啦。即係遲啲屙屎都23條嘅話，咁即係究竟會點自處咧？即係會逼到會幾黐線咧？咁樣呢一啲都可能大家都要諗嘅問題嚇。咁反而即係呢幾日都有一朋友同我講話，有時反而你翻到國內啊，內地都未必。你就算話內地啊，更加講國安啦。咁但係內地咧就冇做得咁黐線啊嘛。內地都識得拿捏玩國安嗰個部分，都俾翻少少空間啊嘛。但係香港嗰啲唔知係咪國安可以揾發死人財啊，發呢一個即係國安財啦。咁即係玩到咁盡。咁亦都係唔係即係呢一個習近平啊，或者甚至係北京當局想整死香港進一步行動啊咁樣？咁呢一個
我就唔推測啦。咁但係好簡單一樣嘢就係話，你繼續搞落去嘅話咧，就算香港已經都死死地㗎啦。咁但係如果你再咁樣落去嘅話，咁我諗死唔死已經都唔重要㗎啦。問題就係會唔會真係即係港九入窮巷？咁所以即係喺呢一方面，今日我哋講嘅題目，咁唔知大家覺得即係中唔中意咧咁樣？咁所以繼續都歡迎大家留言、點讚、分享我哋嘅節目。咁亦都好多謝即係過往幾個禮拜都有啲朋友咧，亦都有課金支持我哋節目。咁啊更加要支持，即係我每個禮拜應該都係每個禮拜中後期，咁亦都有楊 Sir 教育刺針，即係亦都喺即係我哋呢個平台裏邊啦，亦都將佢呢個禮拜嘅一啲重要新聞咧，係同大家係即係做一個整理，然之後同大家分享嘅。咁去到最後，兩位主持有咩補充咧？我諗最後我想補充一句啦，即係今朝咧，我睇到善心小館喺社交平台咧貼咗個道歉嘅提示出嚟，咁啊好清楚寫到明道歉提示㗎。睇完之後咧，真係好難過㗎。佢講到佢幫嗰啲被虐嘅婦女賣啲小紀念品，呢啲係佢哋唯一嘅收入來源。但係佢咧而家俾房屋署出信警告，話除佢哋牌咁樣，即係斷佢合約。咁所以咧佢覺得好抱歉，唔可以再幫佢哋賣落去咁樣。即係我覺得最令人我講咗我原因啦，即係覺得即係根本而家就係摧毀緊一啲帶有善意嘅一啲嘢。咁我覺得應該道歉嘅唔係善心小館咯，應該道歉嘅係呢個政權咯，係搞到一個咁嘅局面嘅政府咯，係一個做打手嘅食環咯，做打手嘅房委會咯，呢啲先係要道歉嘅人啊！即係我覺得呢個一定講清楚咯。咁所以希望大家咧留意件事，就算唔能夠幫到佢都好啦，大家可以幫手去清咗嗰啲紀念品，咁呢個都係一個幫忙嚟㗎，我相信。嗱，啱先就過咗6·4啦，即係官方都不諱言就話呢一個係佢嘅敏感日子啦。咁而家似乎睇翻就係話，其實佢係好多時候就會將呢個每一年嘅呢個敏感日子恆常化，通過呢個食環23條，通過呢個書局23條，乜叉23條，香港無處不敏感，無地方不敏感，無一日不敏感。咁啊，其實就會逼死好多即係真正做實事嘅即係香港人，仲係即係堅守住某啲信念嘅香港人。咁但係問題應該做嘅嘢，其實真係會做落去。咁我相信就係話大家係會用自己方式咧嚟到去將公義咧延傳落去。咁呢個先係真正嘅香港人嘅精神。係好，咁我哋今日好嘛？好，下個禮拜再見。拜拜。好，拜拜。